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新北市一个36岁妈妈带2个囡仔住伫新北市中和的汽车旅馆，可能是啉酒甲食毒，用枕头挟死2个囡仔。卫福部国建署将一个人工刑事法修正草案，那通过台湾会正做是亚洲头一个代理孕母合法的国家。台湾的变装红旗内菲亚伟今仔日去总统府表演，伊感谢亲像是台湾妈妈的总统蔡英文，互伊成长成做今仔日的模样。新闻先开始来看一个36岁姓苏的查某人，伫母亲节迄天，带2个囡仔住伫新北市中和一间汽车旅馆哦，可能是啉酒甲食毒，所以情绪失控，用枕头挟死2个囡仔。张朋友发现哦，赶紧去报案。警方是表示，目前哦排除有其他的人涉案，也毋过详细死因，搁来调查。互警方带走头日无讲话，伊就是真凶杀害2个亲生囡仔36岁姓苏的查某人。昨下晡，警车到新北市中和区一间汽车旅馆，由封锁线，因为2个囡仔被人发现死伫房间内。姓苏的查某人母亲节这一天带6岁后生加9岁查某囝住入去，公司生活压力大，疑似伫食酒甲其他饮了后，情绪一时失控，用枕头挟死家弟啊！伊一个朋友送食物件，才发现赶紧报案。目前呢，现场是排除有母亲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出的状况。那相关的死因，那我们目前在查证当中，也会后续会报请地检署来做刑事相验。因为阿公警方查咧证人命案现场指认，人伦悲剧，毋那是家属心痛。消息团队学校遮伫读的学校师长也拢唔甘，后向伊协助去班级辅导。孩子很喜欢画画，那平常在班上也人缘也很好，蛮乖巧的。老师知道之后，其实老师非常伤心的，就是真的也是泪流满面。学校伫代志发生进前就已经通报，家底2人是脆弱家庭，社会局启动关怀机制，定期访视，确定2人拢稳定读册。最近一摆面谈是伫5月7日，这2天是妈妈去学校请假。这个家庭并没有儿童虐待的通报，这2天是由妈妈协助2名未成年儿少请假。警方表示，因为姓苏查某人精神状况无稳定，现早起才会继续问调查清楚案情。2个囡仔真正死因，还佫等详验的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有议员指出讲，宜兰市有一间国小老师霸凌学生，这老师只是互调离开原本的班级尔。另外，罗东有一间国中有老师涉嫌性侵学生，这老师佫转去转去其他的高中一架车。县政府教育处是表示讲，调查的结果是指出讲，这个国小的老师只是管教不当，唔是霸凌。这个涉嫌性侵的老师嘛，已经互停职，禁止接触学生了。关于原北康宜兰一间国小老师给大囡仔，罗东一间国中体育老师涉嫌性侵学生。宜兰市某国小在3月的时候发生虐童的一个事件，还有罗东镇某国中发生性侵的一个事件。当时到目前为止有启动我们涉案全网了吗？关于员表示，这个国小的美术班老师伊伫教学过程，常常对班顶的囡仔渗头渗面，有几十个学生受害，说只有调离班级，有家长烦恼其他班的学生受害要安怎咧？另外，罗东一间高中的性侵案，毋那一个女学生受害，这个老师抑佫伫其他高中一架册，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2个案件，在教育处的立场都会督导学校，善尽职责。依法秉公处理，勿枉勿纵。教处表示，这个国小老师不是霸凌学生，确实有不当管教，老师才会跟他调离班级。专案已经调查完，一旦处罚结果，涉嫌性侵案的体育老师已经停职，禁止甲学生接触，静待调查结果。
前面已经干4年，可是他如果是新任的话，他所有的任期的计算要重新采计，那等于他给未来他可能可以再连任第3次哦。基隆县高中小校长遴选也表出证据，今日高小校长时地下政出电前选择无通过14天了后，才通过学校新任校长审议。是既然第一例校长已经做之前，是不是阁因为新任应阁做8年引起质疑？教师这个工会批评权扩大开，万年校长的责任。那所以这个部分下来。结果如何，反正我就都尊重。金华高小校长表示，家己是依法参加遴选，算新任也是属任，会尊重教育部限制结果。黄副表示，会尊重遴选委员会审查结果，照地方遴选要点。这看做是新任，不过因为是校长原校已经任满4年，那国民教育法可能是连任，会请教育部函释。未来也检讨校长遴选作业要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4天前，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钱柜 KTV 火烧，有6个人死亡，72个人受伤。检方起诉钱柜的董事长连大生等人。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今仔1审是判连大生等3个人无罪。公司是防以这案罚30万。这案的一寡员工防以过失致死罪，判1档到2档的刑期，缓刑4档。民事赔偿的部分法院是搁在审理。真侪届现身出庭，直直法庭缓刑。钱柜的董事长连大生旗下钱柜 KTV 林森店，真侪年前拿时间拿营业，认为疏失引发火灾，夺走6条性命，72个人轻重伤。关键的一大原因，就是消防设备无正常运作。专案经过台北地院3年外的审理，作出宣判，连大生1审获判无罪。已经告诉他了。谢谢关心，谢谢关心。这是在预期里面的吗？谢谢关心，谢谢关心。包含连大生姓陈的兄弟等人，涉嫌犯过失致死、消防法等罪嫌，互判无罪。过失伤害的部分是公诉唔受理。合议庭考量公司分站管理，连大生是董事长。无对店内消防安全事务负责，毋过姓翁的店长、姓张的副店长等人，分别互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到2年，全部得到缓刑4年。姓王的工程包商判3年，钱柜所属的特工公司是以一案罚判30万的罚金。当然是没办法，自救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可能前期还好，但后来就是发现说开始脑部有缺氧、有受损啊等等各种情况出现，但是一直说自己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诚意没办法看得很足啊。这件重大公安事故，连大生等人含受害人，还有死者的家属和解，50多人共赔9000多万。不过有关有部分无和解，受害人遭成自救回了后，已经提起团体诉讼，相关的民事求偿搁伫咧法院审理。对判决的结果，检方回应讲，收到判决了后，延期敢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苏花公路大清水民泵坑，从早起火烧到今仔早起阁还未完全拍花。虽然目前这路段已经先开放通车，也毋过是有议员质疑讲，民泵坑的结构敢有安全呢？火为虾米无法度随拍花要求应该爱检讨。虽然苏花公路14暗6点45分开放通行，也毋过大清水泵坑顶边的火势并无完全拍花，可能消防人员暗时安全只会当先暂停拍火，早起天一光，随后开始进行拍火作业。由于现场轮胎被钢板覆盖住，那钢板跟钢板之间又有焊接，所以造成我们18个小时以来抢救的进度一直无法进展。我们请工段工作人员把钢板给敲除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使用泡沫做积极的自习性的灭火。这个火警已经烧18点钟，按照无法度会复拍花引起外界关心。尤其苏花案14者通过宽屏初审，相关负责抢灾的消防单位认定器材甲经费敢是有够。核能有2台，和平没有，因为我们是要针对隧道部分，然后我们有申请宜兰县消防局支援1台。那你们觉得这样子够吗？以昨天的案例来讲，烧到今天，你觉得这样的配置够吗？报告一周，这个是够的。消防局强调，火势真歹拍花，主要是因为火电台互钢板砍掉的。这真歹拍花目前和平和人，因受消防分队有44名警消感受，会当应付苏花界苏花案的抢向救灾引起质疑。我认为确实是不太够的，不管它的结构怎么样的复杂，但是消防车的量能要充足，所以我会建议花莲县政府要评估未来苏花安、苏花改它的这种使用的量能，它一定要把消防救灾的能力提升起来。
基层救灾人员私底下表示，塑化界塑化案拢以国道规格建立，也毋过救灾体系却是由地方消防局负责，希望中央会当重视。另外，干部团会伫火势拍花了后，总体检崩坑的结果，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Uber Eats 宣布要甲台湾的foodpanda买落来，外界嘛正关心外送员的劳动权益。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就表示讲，劳动部会伫29邀请外送产业工会，佮有2间外送平台来对话哦，嘛提供公平会来参考。Uber Eats 以9.5亿美金并购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并购案预计明年就半年完成交易，引起各界关注。敢是外送员劳动权益受损，甲绩效垄断等问题。劳动部长柯明春透早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强调劳动部29会邀请外送产业工会，甲2间外送平台业者展开对话会议。他们所重视的一直在呼吁的就是这个整个费用结构的公开透明化。还有停权的申诉机制必须展现诚意具体提出回应。柯明春呼吁平台业者具体回应工会提出的费用公开透明等主张，也强调会将对话过程提供给公平会做审核的参考。看劳动部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嘛？我们这时候再从公平法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意见。因为一旦并购成立，这个案会成做台湾史上上大的国际并购案之一。立委认为，进前外国媒体对并购案团加情节，批评公平会无事先做好防范。如果没有办法捍卫权益的话，那这样的结合不该让它通过。平台的这些劳工的权益一定要相对要更加全力的来为劳工把关。外送产业工会是发出声明，要求一旦合并，要保障外送员的薪水等劳动权益，加费用公开透明的情况。那因为合并的关系，就让这群外送员他的生计受损，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那至于工资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由政府来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运费计价公式。工会也讲到，因为目前有一寡经营人导致外送工作表现真好，那未来外送平台业者坚持外送员要有良民证，拢可能会冲击这个人的工作权，也是政府需要考量的争议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长已个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适用的对象会增加同性的卡布、独身的女性，还有代理孕母等3大族群，也毋过禁止有商业的行为。草案未来若顺利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就真做是亚洲头一个代理孕母合法的国家。经过2场国建署公听会、1场立法院公听会，卫福部国建署14总政府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这摆上大亮点就是将适用对象由即摆异性未生翁某，扩大增加同性伴侣、未婚孤生女性、加代理孕母等3大族群。草案若顺利通过立法院三读，台湾会成做亚洲第一个代理孕母合法的国家。社会上有这些需求，有这些声音。那能不能通过，卫福部并没有立场，我们只是把它研拟一部比较完整，相关的纳入对象以后，就有相关的配套去规范。国建署表示，草案当中严格限制代理孕母的资格，要有台湾籍、满20岁、未满70岁，避免高龄生育的风险。要有生产的经验，而且无有生期间高血压等重大并发症，无破8产的经验。每一个人上侪以1摆为限，也禁止商业代孕。不过，妇女团体批评，做代孕妇女大部分是属于经济弱势，有关乎不善记录。会选择去担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其实多数都是经济的弱势嘛。那他们用一个非商业化、利他的这个包装，其实这背后还是对女性的剥削嘛。国建署强调，无既定立场，草案公布了后，有60天有效期，会收集各界意见，进行法规讨论或者是修正。要并今年底进行送行政院甲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张一个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草案规定讲，代理孕母袂当收钱哦，只会当提供伊营养费甲负担检查保险、工作损失佮产后护理等费用。咱国内医师是评估讲，可能伫100万左右，甲后壁哦，至少爱500万起跳是差真济。这法案详细内容，咱今仔解判新闻特别请义诊来为咱说明。是主播，即届人工生殖法草案重点是讲，咱较早敢若开放未生翁仔某，或者是有特殊医疗理由，才会当用人工生殖的方式做子宫婴仔。若即届草案，毋若是甲对象扩大到同婚或者是独身的女性，甚至是开放代理孕母的制度。若啥物款的人要申请代理孕母，要借腹生囝，爱有啥物条件呢？第一，就是同性婚姻，生囝的需要查甫人的精子，佮有查甫人的卵子。同性结婚，现都无法度生啊，所以会使来申请。第二，你牵手无子宫，或者是异常有免疫的疾病，或者是讲你有心生囝会去危害到家己的性命，安尼就拢会使来申请。第四咧，配偶上无一个人要未满50岁。过来，啥物人会当去做代理孕母咧？第一，你爱有台湾的户口，这是要避免一寡非法居留啊、产生跨国的纠纷去侵害囡仔的权益。第二咧是代理孕母爱伫20岁到40岁之中间，限制年岁咧是要确定讲伊本人已经成年啊，会当决定讲家己敢要借腹替人生囝，而且嘛无济岁人去生囝的风险。第三，有捌生过囝的女性有经验的，才会当去做代理孕母，而且要注意哦，毋是破腹的，因为破腹的人呢，要搁生第二胎，伊的胎位可能会伤低，所以捌破腹过的人就袂使搁做代理孕母啊。第四，为着要避免民间呢，伊是利用借腹生囝来趁钱，所以草案是有参考医师的规定，一世人敢若会当做一届代理孕母，而且伊敢若会使收一寡营养费、检查、护理等等必要费用。第五，这个借腹生囝呢是限制伫咧代孕堕胎，这是啥物意思呢？意思是讲袂使用代理孕母的卵子，所以囝生出来呢，其实是和代理孕母伊是无血缘的关系。这个借腹生囝咧，代理孕母议题咧，伫台湾是已经要讨论要30档啊，真是要甲合法的，大家敢拢会同意。来看这台湾呢，是伫咧2007年通过人工生殖法，不过咧对象是有限定伫咧未生翁某。时代咧改变啊，台湾同婚都合法啊，而且是自2022年到今，上无都有17个国家已经咧实行代理孕母啊。目前法律也无相关的规范，所以赞成的这派咧认为讲修法和代理孕母合法才是大进展。那反对的这边咧都认为唔对啊。当初是立法的精神呢，是要互生袂出来的，而且是已经结婚的，是用家己的子宫去做这子宫婴仔。那准是借腹生出来，敢个算是家己的囡仔，还是讲是别人的囝？甚至也有人讲。这草案呢，若是开放独身的女性，伊去申请代理孕母来借腹生囝，安尼囡仔一出世，毋就无老爸啊，伊就变做干那一个单亲妈妈，家庭功能都无完整啊。反对派质疑咧有3种，伫咧社会道德的部分呢，主要是咧关怀女性感受。代理孕母辛苦生的囝，爱交互别人饲，换做啥人来，拢会毋甘。而且借腹生囝合法啊。女性可能会互剥削，伊的子宫呢可能会真做生囝的工具。过来医疗伦理，借腹生囝呢，毋是喊生就要生呢。怀胎10个月是真辛苦的代志，而且代理孕母毋是用家己的卵子来生囝，若准免疫力下出问题，上严重可能会有死亡的问题。虽然这草案呢是禁止利用借腹生囝趁钱，敢若会使收一寡必要的费用，不过这标准伊嘛无讲甲真清楚。是到若演变做因互相私底下咧比计较，安尼都毋是甲买卖婴仔差不多意思啊。出较侪钱的人，较好去找到代理孕母斗生囝来斗相共，敢讲咱要生囝也都比好野产来分阶级。这代理孕母的争议咧，伫民间讨论真侪年拢无共识啊。一个妇女团体是强烈反对，因认为法律着爱斟酌考虑，毋通青帮白帮都要守法。颠倒去损断弱势女性佮囡仔的权益。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咱感谢义诊哦，再来看咱台湾的变装风戏。内菲亚win前一站哦，得到美国罗普的变装风戏秀的冠军哦。今仔日伊嘛受到邀请去总统府表演，伊是后天讲哦，伊真感谢，就亲像是台湾妈妈的总统蔡英文，可以会当做家己嘛成长成今仔日的模样。
我也要再次恭喜我们尼菲亚获得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总冠军啊，融入了台湾的元素，惊艳了评审跟全世界的观众。然而，在华丽演出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反抗社会的歧视，反抗异样的眼光。我要谢谢各位皇后展现无所谓的美丽。谢谢你栽培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保守我们的家园，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的样子。那我们因为有你的榜样，可以展现出我们的美貌，然后成长成美丽的样子。所以谢谢你这8年来的贡献，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尼菲亚伫咧致辞的时是真感动哦，伊感谢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真做真侪第一，亲像是推动台湾的婚姻平权，真做是头一个查某总统，伊嘛真多谢蔡英文哦栽培这块土地，互伊成长，展现出上水的家己哦。蔡英文嘛真肯定尼菲亚为伫世界比赛用台湾的元素来包装，互世界拢看到台湾哦。嘛感谢讲伊互台湾的少年人勇气，会敢勇敢来做家己。来看，佮剩5天哦，就是520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伫总统府的头前哦，有一只蓝色4层楼高的马，是抓风车剧团的号马。这出戏哦，就是讲无共族群互相理解、甲和平的意义。到时阵哦，会有200演员伫总统就职典礼来演出。后礼拜一就是5月20总统就职典礼，即卖当看到总统府头前的舞台已经搭起来，表演团体的大型道具嘛来到现场，像这只4层楼高的马，是抓风车剧团的经典亲子音乐剧的主角舞马，身躯顶有代表客家花布的花草，会点头片啊，佮会喷烟，是不知啊心色。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和平幸福坚韧台湾哦。那于马当时候创作的时候，当时候就希望带给所有台湾的孩子，甚至于是全世界的孩子，温柔以及坚强，以及这样子勇敢的一个力量。当时唔但有大只的舞马，也佮有2只热情活泼的小只舞马，甚至也有其他演出的民众拜三特别来到总统府附近，和舞马拍招呼，做伙翕相。我们没有那个招待建设，我今天提早来看一下，它这里是布置的怎么样？做风车剧团表示，舞马这出亲子音乐剧，伫原底剧本是在讲无共族群之间互相了解，其实也有代表和平的意义。这届为着就职典礼，爱浓缩做8分钟的表演，改做唱歌的方式，有200位演员，包括大人囡仔，会做伙唱客家歌曲，甲现场的观众互动。我们运用3首客家歌，包括可爱客家话、梦想发蹦以及亲爱的母亲来做串联。当然，客家传统的那个布马阵啊，或者是方口诗也会来到现场，甚至于纸风车，我们很多的动物演员都会一起加入跟观众的一起的互动。做风车剧团表示，因来演出希望以无共动物的印象来传达祖国和平的愿望。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再来看520准总统热情嘅甲新的内阁团队要上任咯。今仔日有一份调查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发现讲民众上要义的问题是诈骗防治，第2是低薪、官务价、校园霸凌是第3哦。学者嘛呼吁新政府上任了后，就要大心来处理这民众上要义的问题。民众对新总统甲新内阁有啥物期待？网络媒体透过电话做民意调查，而且邀请调查立委审视报告，总共有1387个样本。民众上期待改善的问题由诈骗防治49.7%排第1，低薪官部价48.3%排第2，校园霸凌43.8%排第3。1989年，所以在社会上20%的最富者跟最基层的20%，平均差距差不多是15倍，在1991年达到16.8倍，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已经拉开到67倍。任何的东西只要有方向，就会有方法，所以这次的民调当然给新政府一个方向啊。在野立委指出，这份民调和新政府未来施政方向的路，希望赖清德政府通了解民调来施政。另外，学者建议新政府应该优先解决民众上要义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赶快抓住几个重点，人民最有感的幸福感、生存意识最痛苦的部分，找出几个专项，好好的把它完成。他把地区性都给列出来了比如说诈骗，
是基北移区的人特别在乎这个诈骗。那我如果是一个内政部长，一个警政署长，其实我就可以把我很大的精力先放在这里啊。我5城的民众上在意诈骗的问题，刘洪亮建议新政府应该以较侪资源，有效率解决问题。记者郭文利开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因为这个地区长期拢有军事冲突，严重影响到经济。百姓对电子玉米粉的计数真悬，是真不满。示威嘛造成警民冲突包括一个警察在内，计共有4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落尾政府是承诺讲会来提出补贴的计划来安打百姓。军警向示威民众发射催泪瓦斯，有百姓被就厝顶，闪开烟雾，搁提石头往下面弹。今日冲突造成重大死伤，一名大学教授讲，这4人伫这个地区毋捌看过规模这么大的抗议，各行各业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团结。आखिर उन कुर्बानियों का हमें ये सिला मिला कि आज हमारे नौजवान जो को चुराए में शहीद किए जाते हैं。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军事冲突，严重削弱经济发展。国务界和百姓忍无可忍。巴基斯坦去年的通膨率40%，目前也有17%。顶礼拜六5月11日，示威团体参谋克什米尔联合人民行动委员会 （JAAC） 组成的抗议车队，向首府穆萨法拉巴德前进，要求电费米粉补贴。13拜伊尾亚马总理谢里夫批准一项230亿巴基斯坦卢比，相当代表24.6亿的补贴计划。示威民众随将抗议现场变作是庆祝大会。JAAC 主席米埃甲记者讲，想要到政府派军警前来用武力解决，也有人死，呼吁店家休困，宣布14是乌色的一天。巴控克什米尔政府已经宣布学校机关关闭，这区部分地区电信服务中断。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伫社群媒体暗示是敌人的宣传煽动紧张局势，亲像就是咧讲印度伫幕后的风点火。巴印捌就克什米尔领土归属爆发过3摆战争，不过伊斯兰马巴德官方目前无将这个地区一摆归基撒给印度。公司新闻王伟廉编译。再来看佐治亚国会昨通过正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反对的人是讲这根本就是罗西亚法，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所以伫街头嘛已经抗议几礼拜咯。昨伫国会外口嘛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听到国会内底境外影响力法案84对30三读通过，上期的示威群众用要冲破大门，甲镇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附近主要道路也互抗争术封锁，批评人士讲，这法案是俄罗斯法，会用来威胁公民自由。Putin or those Russian fun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sitting in the parliame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take our freedom away from us. 这次国会审议这法案过程中，执政党甲反对党相拍甲真厉害，反对派认为这法案被看作是国家路线走向清楚，而且和去年12月摕到欧盟候选国身份的乔治亚走向欧盟正式成员国之路更较歹行。尤其欧盟早到事件，境外影响力法案，和支付亲俄政界的政党乔治亚之邦起草，国会由乔治亚之邦甲革命政党支持。უცხოური გავლენის გამჭირვალობის შესახებ კანონის მიღება ქმნის მტკიცე გარანტიებს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ში გრძელვადიანი მშვიდობისა და სიმშვიდის უზრუნველსაყოფად და ეგრეთ წოდებული პოლარიზაციის დასაძლევად, რაც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ინტეგრაციის აუცილებელი პირობაა. 中国反对派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已经表示，就算法案通过也会否决。不过乔治亚总统无实权总理政府，而且执政党国会优势也应推翻也否决。境外影响力是指要求为海外得到20%以上资金的组织，按注册做外国代理人，各受司法部监控，而且可能被逼到出边间资讯。啊，若无会面临25000乔治亚拉里，相当代表30万的罚款。公司新闻林朋友，最近传出讲，总统蔡英文伫落任进前想要直下前总统陈水扁。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要报告，也毋过法务部长蔡清祥请假。在野立委是指控部长藐视国会，有立委嘛正关心陈水扁7亿的不法所得会安怎来处理哦。法务部是强调讲，犯罪所得已经成功了，未受到影响。不好意思，会议
法务部长蔡清祥特别落任刷无起最后100个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总统蔡英文传出520进前考虑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引发正大的讨论。立法院15举行专题报告，不过蔡清祥人伫法院请假，理由是为了救灾的检警。若被立委唔接受，谴责蔡清祥藐视国会。民众党吴国昌批评讲，蔡清祥去毕业旅行，表现是让人失望。一直到昨天晚上9点多才请好假，他就是踩准了嘛，踩准了我不来，你能够怎么样？这样的表现啊，令人失望。他的意思是，反正我明天就离开了。你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我从来都不避讳了，我就是挺扁，我都认为要特赦，正反意见谁不知道会有？陈水扁进前讲，政治案件交由政治解决。法务部表示，目前无接到蔡总统只是要建议特赦，也若咱国既经有被解特赦的记录。民进党曾瑞雄表态挺陈水扁，讲特赦是总统的政治判断，支持特赦。不过，陈水扁目前阁有4案庭审，法务部回应讲，庭审的案件无伫特赦的范围内。国民党罗志强质疑讲，若特赦陈水扁，相关的涉案的关系人是毋是会做伙特赦？分期付款吗？蔡英文特赦完之后，剩下没被判的案件，等到赖清德上任以后，又被判罪了。是不是要再特赦一次？这是不动产，他要没有办法，大概多少嘛？不会连这都没掌握吧？大概7亿元左右。法务部表示，陈水扁的2亿5千万罚金已经执行完。立委追问讲，国内外阁有偌济互冻结的资产？法务部回应讲，非法的所得已经有大约7亿，这无没收的犯罪所得无受特赦影响，因此钱也未还互陈水扁因兜。记者综合报道。新政府特别上任了，中共的军机阁继续扩大搅扰咱台湾。国防部今仔公布讲，有发现中共的军机45架次，军舰6只，伫台海的附近的活动哦。其中有26架次哦，飞过海峡中线，离台北上近是无到40海里。另外，中国海警船哦，最近嘛定定来搅扰金门海峡，昨有5架海警船同齐出现伫金门那边的海峡，咱国海巡哦嘛进行处理。恭请总统授勋。总统蔡英文亲身颁予国安会秘书长、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等22个人勋章，感谢国安团队甲战艦小组做伙保卫国家的安全，佮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感谢各位和执政团队牺牲努力，捍卫国家安全以及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前线小组。有黄之伟、海军、台船乃至中科院所凝聚而成的团队，化不可能为可能，实现一个我们共同的理想——国防制，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力量，让台湾更有韧性，也更有自信。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特别感谢战艦小组，展现国家建立自主国防力量的决心。不过，520新旧政府交接特别到，解放军继续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国防部15公布讲，侦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超过海峡中线，佮进入西南空域26架次。另外有中国军舰6架次继续伫台海的四边活动。另外一方面，中国海警船也增加干扰金门海峡的频率。暂时搁再有5架海警船伫金门的南方海峡驻集，咱国海巡也派人对应赶走。中国海警14603，这边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海巡署指出，这已经是5月份中国海警船第5摆编队驶入去金门的水域。520的就职典礼特别到，美国亚太驻勤空达14讲到台海，表示讲，即马当伫咧一个重要的时期，美方的重点有关是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有信心会当应应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齐卡辛哦，最近爆出讲，咱国家捷克签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合约。外交部嘛对齐卡辛提出告诉，今仔外交部长吴钊燮伫立法院质询，嘛甲齐卡辛哦，你一句我一句，针锋相对。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在最后一摆去立法院质询，甲国民党立委齐卡辛、成立后兵两人最近因为冤恶物件是互呛。进前吴钊燮伫社会媒体顶悬发文，佮引起讨论。原本红社南亚党团规划用车轮战执行，是外交部和民进党团也派出真侪名立委，透早制定外交国防委员会，两边拄做伙是一句来一句去。你不要打断我，要有礼貌。赶快讲，赶快讲。你这什么口气？你要有伦理呀！你妈妈没教你吗？也没教你教好啊。提醒招委，好，时间到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下一个委员的发言。本席是主席啊，哈。登记第一位发言，齐卡辛早就有准备，换 cosplay 魔法衫，佮亲身送咸酸甜酸仔瓜互吴钊燮。帅气佮积极，咱透过捷克援助乌克兰的相关细节。过程当中，拿着党鞭、不分旗、外建民拢喊起出来听质询。300万美金，立法院要如何监督？采购是 CHTI 的采购，不受我们国内的这个采购法的限制。捷克期刊就已经报道了啦。他们报道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给大家看。那我们的合作方有没有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变化？合作的态度还是非常的明确。特别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吴钊燮承认，今年台湾参加难度依然是真悬，不过支持咱的国家比以前更加侪，层级也比以前更加悬。另外来参加准总统热情的510就职典礼外宾，规模会达到50团。大部分的邦交国都是会以元首啊，或者是总理层级的这个非常庞大的这种代表团来我们台湾来参加。根据了解，巴拉圭总统潘尼亚的亲亲率团来台湾祝贺，也有安倍教会也出席。日韩议员困谈会会派出35个跨党派议员来管理，是史上人数上侪一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股市涨大起哦，台积电的 ADR 嘛创历史的新高，所以嘛带动台北股市今仔嘛大起，指数嘛已经冲破21000点咯，佮创历史的新高哦。台积电今仔上悬是起到844块。美国四大指数14全面反弹，加上台积电 ADR 各创收盘新高，鼓励台北股市开盘一直行悬，盘中拔起312点到21308点，成功徛起21000点大关。其中狂王台积电功劳上大，以838块开出，最后悬到844块，期待冲到新台票11.88条。伫个电子股全力冲起，加上金融甲团产普遍拢起来，大盘指数是一片红记记。台积电呢，因为4月营收年月双增，而且幅度非常大，代表台积电的业绩营运状况是相当的强劲。那这归功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相关的股票表现也都强势，这也带动大盘指数。王永祥表示，下礼拜就是510总统就职，这礼拜台股除了指数表现强势以外，一寡政策做多的概念股是军工、重电等也拢有表现，加上资金出现良性轮动，大盘应该会够创历史高点。另外，美金伫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讲话了后回落，一票换美金回到156.3附近，加上台股起来，新台票换美金早盘也冲悬32.4块，来到32.32块，升达9.5分。台股的话一直在始创新高，所以变成说之前比较偏空的台币的话，现在今天就比较呈现一个大幅度由贬转升。今天台币的话就比较明显呈现大幅升值的一个走势。外汇分析师表示，国内表现是大旺，加上最近台股一直走强创悬的带动之下，帅气台票换美金有希望够升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夜市啊，甲店家哦，最近收到100块佮1000块的价钱，警方抓到一个48岁姓郭的查甫人到案，嘛查到印表机，佮有采纸才会驾驶，这个嫌犯会罚款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刑。查甫人到高雄的青年夜市上门买点心，
员工收500块，啊毋过营业结束了后，愈看愈毋着当，钱无铺水线安全线也是围起的，赚的辛苦钱原来是假，赶紧报警处理。你现在是因为伪造 OB 案件，检察官开拘票，我就判你拘提，了不了解？乖。警方接到报案，顺线追查，2天了，就锁定48岁无头路的姓郭的查甫人，佮伫伊睡厝的所在查到假钱、地表机、画线用的金色指甲油、甲裁刷机这些证物。2个月过，伊用假钱伫夜市甲店头消费。柯嫌自行揣摩制造伪钞的方式，利用彩色印表机正反面列印，再用指甲油画防伪标线，并持假钞在夜市消费变现。那全案以依违反刑法伪造货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探店头无行用假钱买物件，啊毋过详细一看，其实真钱甲假钱除了纸质卡包、金色红假线也是真粗，包含凤山林仔寮甲青年夜市拢有店头受害。警方爱阁进一步调查，是毋是拢甲姓郭嫌犯有关系？目前估算导致市面的假钱差不多有30多张。警方呼吁，若用假钱买物件，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呼吁民众唔通因为一时的贪念、小贪导致两家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检署有检察官顶个月伫地方法院的开庭，因为过中昼12点咯，这检察官就表示讲，这已经是下班时间，伊要先走。也毋过，审判长是要求讲，爱案件审了才会当走，若无要依照法院组织法来处罚这个检察官。台东地检署嘛指出讲，检察官是有专程参与审理案件的义务，嘛来启动相关的调查。这件事件发生伫4月7日，台东地方法院审理一件洗钱防治法的案件。台东地检署检察官罗玉德出庭审理，不过时间超过12点，检察官向审判长表示已经超过时间，烫发炮就要先离开。不过审判长甲伊阻挡，要求等被告补充说明了后才会当走。双方伫法庭上争论，检察官向审判长提出台东地检署单程上班实施要点，表明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不过法官也提出法院组织法要甲检察官按照违反法庭调书，妨害法院执行业务送法办。台东地检署初步调查，当天检察官破病出庭，就是中昼会结束开庭，才会要去看病，想袂到超过时间才有安尼的情绪。不过后来检察官也是完成开庭。当天身体确实是有不舒服，一直在处于这个低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这个本来预期是可以在这个中午这个结束的时候立刻去看个医生，中午想要休息一下，接着下午再开庭。那没想到因为开庭的时间超乎他的预料。台东地方法院目前也未回应，不过台东地检署表示，检察官是责任制，无适用单程上班实施要点。不过检察官的人无够，每一个人逐个月处理的案件就有8到10件，已经向法务部争取增加人力。不过民间的司改会认为讲，增加人力并未当完全解决法官甲检察官案件一大堆的工作问题。一直把人力增补进来，可是如果整体司法行政的安排上面没有去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庭期的安排还是通译的安排，有没有办法去支援整个审理的情况？那其实也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整体，就是等于在大家工作上面负荷，或是在审理品质上面把关的这个平衡。台东地检署强调讲，目前这件事件已经启动相关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中立的中正志广甲三民路口是中立往来观音的主要道路，也毋过有民众怨叹讲，这条路的画线是有问题，所以定定无明其妙，就方开罚单哦。议员嘛要求讲，交通局就要改善。车来来去去伫中立区志广路、中正路甲三民路这个交叉路口，做画线设计不良，经过的车定定底线红开罚单。今年累积到4月底，警方已经开出233件罚单，引发民怨向议员陈情，批评政府是咧抢钱、挖坑，互过路人跳。红绿灯设计跟超花线设计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那
我觉得这是政府在抢钱。因为路幅路面有一些微波度，所以会造成驾驶人视线上不易察觉分向槽划线，因此很容易误踩雷区，压线而行。这个罚单限制的路口是中六来回观音甲国道1号交流道的主要路口，且按照正常来行，除了的底线违规，也可能因为无细意驶入去对向的车道来违反交通法规。议员谢美英批评，这就是一定会得罚单限制，要求交通局改善。黄槽湾线来做一个缩小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再增加三民路左转。中正路以及市广路在执行中正路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增加一些导引的一个虚线。针对路口罚单的限制，交通局表示，这个交叉路口应过有真侪交通事故，因安尼执行道路的改善工程，画做划线，目的是为着让各方向来车均向，避免车烧路。不过也坦白讲，标线的设计有疏失，会针对做划线的行，有安怎提来研议改善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统计哦，台北市最近3档乌多摆的死伤事故，平均一档有22000外件，占所有交通事故的7%哦。所以市政府今仔是公布讲，要来补助骑乌多摆民众实际道路安全驾驶训练的费用，望讲会当来减少机车的事故。台北桥的机车最强是台湾红到国际上的风景。台湾机车多，事故嘛多。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这3档市内机车的事故率大概77%。有民众认为，为咗骑机车的人欠缺安全驾驶的观念。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可能就会比较大家有一些挤啦，然后或者说想要闯黄灯啊那种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生事故这样。公路局统计，比起无参加过驾驶训练课程的人，参加过的族群违规的风险降低56%，肇事率嘛来降低35%。所以台北市交通局要来补助实际道路的训练。就算讲咱有驾照嘛，无一定有法度伫咧路的吼，会当正常还是讲安全来骑这个车啦吼。今年的部分主要针对这个道路训练的部分吼，台北市政府甲这个社训班的业者吼，拢有来合作。那希望透过这个训练的方式吼，尤其是这训练费的部分是免费的吼，希望这民众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台北市交通局要提供3项的补助方案，加上中央原本就有的补助，上济是通领5200块。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为着要减少浪费哦，有愈来愈侪食物银行把这资源用来帮助弱势。虽然高雄市目前已经有11间食物银行站，也毋过偏向嘛是个真欠缺。社会局是表示讲哦，除了有食物银行，都有食物更加行动的柑仔店来照顾这偏向弱势的民众。三民区这间食物银行有侪侪物资，亲像米、饼等等，拢是民众企业的爱心，将物资捐来银行遮，互弱势民众会当来领。其中也有几项要购嘅食品甲民生用品，现场会特别标明，代替时段来领物资机服员就讲，伊来领会当食物件，嘛是会注意效期。不用期限如果要到来紧叫因来紧食嘛是会先过滤啊。冷冻的物件是冰的物件吼，阮的志工吼，拢会按照伊个咱自家来共款处理的方式吼，甲伊保持。根据统计，台湾食物浪费量大约有384万吨。高雄市社会局为10年前结合民间成立第1间食物银行了后，高雄市拢总有11间实体银行。不过有议员认为，目前食物银行收过少，尤其是偏乡的地区，加上民间食物银行政府管袂着，市府爱加强宣导，要求卫生单位爱抽查。咱免来去美好搁较济会当提供这食物的，无论是实体的、罐头的，还是新鲜的，这水果等等，这拢要经过一套标准的方式。通过社工的评估之后呢，也会发放食物券，让民众呢可以到量贩店或者是超市呢去兑换。针对食安的问题，社会局表示讲，为107年就推出食物券，弱势家庭会当去超市换果子、便当，避免食物的过期。另外，嘛有行动的柑仔店，定期巡回10来偏乡，互弱势民众会当家己选物资。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来看高雄的乐德高中哦，有部分校舍是伫1950年代起的，拢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咯。也毋过因为经费嘛无钱通登记哦，引起民意代表的关心。
学校是表示讲，旧年有补强咯，目前是无啥危险，会继续甲教育局来协商，争取定期的补助。校舍更紧看现壁倒不时拢有涂甲，看起来安全真互人烦恼。高雄路德高中多柱大楼是伫1958年所起，使用年限是65栋，毋过煞已经用66栋。第三栋大楼倒边甲正边是伫1957年甲1954年所起，同款是超过使用年限，互人鉴定做危险建筑。迄厝顶即摆囡仔要读册，爱戴安全帽呢，随时拢有会落装啊夹落来呢，吼。迄拢我路德附近的学子咧上课的所在呢。明代这期市政府最近有陆续针对各校旧校舍拆掉登记，也毋过路德高中煞以 BOT 的方式，互工程拖到单。5月15登去到学校，校方表示3栋校舍旧年有进行临时性的补强，目前暂时无危险。这个 CDR 值分别都是图资大楼是在0.65那第3栋的左边跟右边都分别有0.65跟0.59，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入竹高中的这3栋本来是比较有这个耐震比较有疑虑的，目前都是在合乎的标准。壁倒的态度重新补补咧，条仔也有补强，毋过因为经费的问题，无法度随登起。超过1500个师生继续咧用旧校舍，互外界烦恼因的安全。校方表示，后手会甲教育局继续沟通，讨论敢是要用一般性补助款来加紧重建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汉来科诊所有将近100栋的历史，最近嘛举办府城汉来科病历的故事特展哦，甲诊所保存8万外份的病历研究来做完整的了解。那么做伙来看卖。加入去台书铺特展，不管是苏东市的电击器，还是医生职业需要器具，甚至是病历资料，拢呈现过去的情景，互人想要了解过去医生甲病人的互动，也这物件拢是对府城的汉来科诊所来的。医疗医材会觉得很新奇吗？对，蛮新奇的，蛮特别的展。气氛有啦感觉都出来了，以前没有仪器，他也是能做得很好。医过很多人，他跟台南市民不同世代的市民的生活，不管是医疗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连结。透过病例的这样一个故事来呈现这样一个属于台南跟台湾的基层医疗的这个故事。汉来科诊所1929年成立，已经有95栋的历史，对日本时代营业高单，也创办人韩石泉一生伫咧医界、政界、教育界这领域，甲台南近代发展的关系真密切，嘛见证时代的演变。也涵盖包括尊总统热清的文书、成大医学院的教授韩良成，自细汉看爸爸甲人看病，家己嘛做医生做高单。伊讲医生甲病人关系转变，老医生是真感慨。医生甲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实在讲想起来，对医疗的帮忙实在是甚大。当然，即摆因为科技上过发达，说这个部分去互疏忽去，这是真无彩的代志。这摆特展交大书铺、成大历史学系、甲台南市汉来科诊所3边合作，呈现早期府城地区开业医生职业的状况，嘛看到无共时期流行病演变、接用的药啊，甲患者的模样，互当代观众看到过去在地的医疗活动、日常生活，甲医生和病人相处的情形。记者台南报道。来看美国的 OpenAI 最近发布上新的机器人甲人开讲的技术哦。机器人唔但有表情、讲话嘛真有感情哦。人工智慧发展了真紧，嘛互社会是真烦恼。之前 INF 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就警告讲哦 ，AI 恐惊取代咱人来成的工课。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13发布性能甲效率更较好的 AI 技术 GPT-4o， 这项技術即源 OpenAI 研發的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 喺文字、影像甲音訊等方面，力量攏有提懸。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Well, hello there, cutie. What's your name, little fluffball? 成功判讀影像展現有精髓武器，是模型和針對開講自然個流量，應在反應也互人正眼目。Can you give me feedback on my breaths? Okay, here I go. Whoa, slow a bit there.
Mark, you're not a vacuum cleaner. OpenAI 选择 Google 生成式 AI 开讲机器人 Gemini 出来前一天发布 GPT-4o 竞争意识更高。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是进军欧洲公营理解德国会、法国会等真一种欧洲的会，用甲当地使用者对话。不过科技公司正大生成式 AI 霸权，人工智慧发展真紧也带来温休。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爱华进前就指出，人工智慧亲像海中同款冲击劳动市场。未来2年内会影响先进经济体6成的工作机会，甲全球4成的工作。美国有艺术家、音乐工作者控告 AI 侵权，包含纽约时报在内。全美国有8间媒体4月底提告 OpenAI 甲微软无经过许可撤出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用来训练 AI 开讲机器人。公司新闻勇敢分析。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典礼，台语台全程台语转播，和大家欣赏精彩表演。还邀请专家学者开破国际局势，同齐关心咱的国家，说来4年可能面对挑战。5月20日早起9点到12点，请锁定公视台语台总统、副总统就职特别报道。